欢迎收听8月23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下12章1到15节，心思的战场。在心思意念当中，有的时候我们最讨厌别人做的事，最讨厌别人说的话，其实我们自己都说了，甚至做了。所以在孩子们的相处当中，当遇见别人对我们恶言相向的时候，有些孩子呢被教导就会说别人说自己，就是告诉那个对我们恶言相向的人说，当你这样说别人的时候，用不好的话说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在讲的那些内容就在讲你自己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别人，我们看见别人，我们不喜欢别人做的事情，会不会我们自己也这样做了？所以一位叫做杰罗尔德的人他说每当一个人宣称所有人类都是坏蛋之时你尽可放心好了。在这当下，他是把自己作为例外演出的，也就是他以为他在这群人当中是例外，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反话。我们其实很严肃的讲，我们都在这共犯结构，都是坏蛋当中。所以日光之下无心事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是好人。每一个人呢，真的都没有办法在上主的面前站立得稳，因为我们都有罪。我们甚至不只是有罪，我们还故意犯罪。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面对到大卫以为天衣无缝的这个补救措施加拉太书6章7节这保罗说的话，也是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说你们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骗上帝。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骗上帝大卫他好像是在骗自己，而且还骗赢了。他好像成功的骗过自己真的就是让乌利亚上前线，真的战死之后很有义气的把这个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娶过来继续照顾甚至还生了一个儿子这一切好像在人眼中看来是很有这个义气真的是对他的家很好然而在主的眼中，这是一个得罪上主的事。在加拉太书就说，一个人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骗自己，我们想要骗上帝，可是我们的主不是，他是按公义行事的。如果他爱你，他一定不会让你继续骗下去，因为他的心意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脱离黑暗。在今天，他就差派拿单这位先知，大卫的当时的时候的先知来到大卫那里，就对他说某城有2个人。拿单呢是这个大卫的下属，所以这对上位者到底要怎么说这种事呢？这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方式我们真的也可以学习，真的对上位者怎么说话怎么样说是他会听得进去，甚至能够帮助他好好来面对他自己。拿单就说某城有2个人，一个富有，一个贫穷。那个有钱人有很多牛羊那穷人只有一只小羊。然后这个小羊是他买来养的，就不是买来吃的不是要买来宰的，所以他就照顾这个小羊然后让小羊跟自己的儿女一起长大然后把自己吃的喝的也分给这些，也喂这些小羊吃一些然后让小羊睡在他怀中，好像是对待这个小羊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但是有一天这个有钱人家里来了客人，他舍不得呢，就从自己的牲畜中杀一只来招待客人，却把穷人家的那只小羊取来款待客人。如果是你听到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其实我们听到的反应都跟我们内心的价值观对我们心思意念里面那个
对正义的观感，还有对这个公平啊，或者是这个不义的态度。所以从这件事上来看大卫的反应的时候，其实他对公义是有觉察的，他对公义是有判断的，也因为这样，他所做的更让人觉得是明知故犯了。大卫听了之后，就对那有钱人非常生气，他说：“我对永生的上主来这个发誓，做这事的人该死，他做出这样残忍的事，必须偿还他所夺去的4倍。”在当时如果就是讹诈别人他们不是还1倍，他还4倍啊，那是在他们律法当中啊。那拿单听到大卫这样讲之后，想说：“这个人真的还是有些，就是对公义还是有敏锐的。”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这话一出，我想听到当下的这个大卫，他大概也知道，这不是出于拿单他自己，而是出于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主。他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我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把扫罗的国和他的妃嫔都给了你，使你做王统治以色列和犹大。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还会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违背我的命令？你为什么做了这种可憎恶的事？”哇，听到这里，我们的主其实都知道啊。大卫还以为他能够骗得过上帝吗？而且我们的上帝借着拿单讲出细节他说：“你使乌利亚死在战场，你借亚门人的刀杀死他，然后夺去他的妻子。你这样违背我，抢了乌利亚的妻子，你的家将永远逃不了刀剑。我要叫你自己家里的人起来作乱攻击你，你要看见我把你的妃嫔给靠近你的男人，这个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跟他们睡觉。你在暗中犯罪，我却要在光天化日下使这事显露出来，让全以色列看见。”这段话真的有很多我们可以对自己的省思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上主已经给我们那些恩典，我们领受太多恩典，以至于我们好像对恩典没有感觉，我们只想追求自己想要的，我们只想追求满足自己需要的，然后我们甚至为了这个自己想要，忽略这些恩典就算了，为自己想要的，我们就得罪了我们的主，我们就走偏了路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上主他真的是一位信实的主，是一位公义的主他不会将有罪的当作无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特别最后一节经文为什么会这样对大卫宣判呢？很像在做这个审判因为关键是大卫他做这件事情是藐视了上主，而且会让别人因着他所做的事藐视上主。所以上主对自己的儿女他一定会管教，出于爱他会管教的。如果今天他不管教你，任你而行，可能你不是他的儿女，就是因为儿女他更知道要带领你回到那个公义的道路上。我们的上主更是希望他不要让我们沉沦在罪恶当中，还以为自己做对了，做得很好，还以为都在指点别人说他那个没有做好，他没有做好，其实自己更是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大卫面对这件事情，他真的知道他是自欺他就在拿单面前说：“我得罪上主。”直接承认，没有挣扎，因为他知道主知道，他知道主比他更知道。在那个时候，拿单就告诉他说：“上主饶恕你，你不至于死。承认罪恶，主不是要你走绝路，承认罪恶
主是要你走正路。然而走正路，我们仍然要为自己所做的错误来付出代价。那个最大最难的，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了，就是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不用在那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当中，然后我们就去寻死，完全不用，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我的生命付出代价。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就像今天的默想所说的，我们要觉察那不公义的同时，其实在每一件事情里面，更是要去觉察的是自己。我说那个人不公义，我说那个人不公平，我说那个人怎么样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这样做呢？我自己是不是跟别人一样，跟那个我说的人一样？觉察不公义的时候，其实更是要去自我省察的时候。大卫就在这其中被拿单提点，他认自己的罪。然而他不是只有认自己的罪而已哦，他也为他所行的付出代价。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真的要来到主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付上生命的代价换我们的生命，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得过且过，假装没有犯错过，而是要我们知过改过，然后好好跟主一起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实的要说，我们在看见大卫所做的不义的时候，其实或许我们的心里面也曾经或正在那不义之中。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你透过拿单来告诉大卫，主你今天也透过这个迦南之声再次对我们的生命说话。我们或许就是那个常常检讨别人，没有看见自己其实有更大错误的人。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常常的来对齐你的心意，如同诗篇所说的，我们要昼夜思想你的话语，使我们自己成为有福的人，成为不落入试探，成为脱离罪恶的人。谢谢你与我们同在，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再次帮助我们看见别人的时候，也同时看见自己。更重要的是，我们合乎对齐你的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鼓励你，使你有能力有勇气，有从上帝来的洞察力，常常使自己对齐主的心意。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